2026年8月23日，常年期第21主日，福音，你是伯多祿，磐石，我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。恭讀聖馬竇福音16章13節至20節。那時候，耶穌來到了斐理伯的凱撒勒雅境內，就問門徒說：人們說人子是誰？門徒說：有人說是洗者若翰，有人說是厄里亞，也有人說是耶肋米亞，或者先知中的一位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說我是誰？西滿伯多祿回答說：你是默西亞，永生天主之子。耶穌回答他說：約納的兒子西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為不是肉和血啟示了你，而是我在天之父。我再給你說，你是伯多祿，磐石，我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，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它。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，在天上也要被束縛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被釋放。耶穌於是嚴禁門徒，不要對任何人說他是默西亞。上主的話。這段福音告訴我們，信仰不只是知道耶穌說過什麼，而是願意回答。對我來說，耶穌是誰？伯多祿不是一個完美的人，他後來也曾軟弱、害怕，甚至3次否認耶穌。但耶穌仍然揀選他，並在他悔改後託付他牧養群羊，這帶來很大的安慰。天主建立教會，並非因為人已經完美，而是因為基督忠信，他能在軟弱的人身上工作。天主，求你幫助你的子民全心愛慕你的誡命，期待你的恩許，並在這變幻的塵世，仍能一心一意向往真福的所在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們。我要在這片石上建立我的教會，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。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，在天上也要被束縛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被釋放。天主建立教會，並非因為人已經完美，而是因為基督忠心，他能在軟弱的人身上工作。天主建立教會，並非因為人已經完美，而是因為基督忠心，他能在軟弱的